大家好，我是汪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路易斯。路易斯，你有好朋友吗？有啊。你的好朋友是谁来的？还是什么的啊？女生哦，真的哦，是汪先生吗？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我告诉你，汪先生呢，7个好朋友，有7个好朋友哦。你有9个好朋友，你有几个好朋友啊？9个。10个好朋友。10个好朋友。 10个好朋友。 1个好朋友。 10个好朋友到哪呀？哪个好？你係嗎？你係嗎？你係幾多？4個好朋友。唔係，你講嘅10個好朋友係你嗎？你係幾多？你係幾多？2。啱啱啲，你10個好朋友到哪？有嗎？好朋友。 2個好朋友啊，有變出來2個嘞。好，2個好朋友。那汪先生有7個好朋友，那有7個好朋友哦。7個好朋友係你嗎？7個好朋友。唔係啊。你阿張係嗎？還有7個好朋友係嗎？冇你幾多？你幾多？好，你阿呢3。按話，那俺哋7個好朋友到哪？你全部愛看，你全部愛看。7個好朋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個好朋友到哪7個好朋友。錯咧。7個好朋友。 7個好朋友。 7個好朋友係嗎？那我們要來玩數字變。好，來出題咯，我來出題咯。好，1、2、3，變心6，好嗎？路易斯好嗎？好咯。6。1、2、3，變心2。哦，好嗎？好。好嘞啊！好嘞。好嘞，來，我試下看啊。1、2、3，變心4。好，4，好嗎？好，看頭前，記好了，記長，來4。1、2、3，變心1。好嘞，那我下咯。好，1，來小獎啊！好，來開始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愛嘅。